继续来看宜兰的东山乡哦，有一个渔民出海去掠鱼，昨下晡有发巡人员发现讲伊的渔船就停伫南方的渔港的北边，船顶哦无人，怀疑讲这个渔民可能跋落海里，早起是搁继续在找人。 直升机甲渔民的渔船啊，伫南澳仔港来来去去，因为一个东山乡姓简的渔民若像跋落海，海巡甲渔民持续出海，希望赶紧找到人。两头你2点左右就港啊，你把市场交伊啊。哦，天光光的时候去找就找无啊，这天黑搁较免讲。这个姓简的渔民，伊的渔船啊成功号，昨昏下晡去互巡逻的人员发现，船啊伫南澳仔的渔港北边北环的内底是停留伤久。 经过调查，发现船顶无人，联络家属打电话予这个姓简的渔民，嘛联络袂到。随伫港内开始找人，后面找到呾，还是找无人。因若伫港内成功号，那像因为弄着岸边船破空，致使规只船全变去。并依照搜选优化系统，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。目前仍未发现船长，和尽速寻获失踪之船长。海巡人员讲，专案接到通报了后。 随派船舰甲无人机去搜救，伫南澳仔附近以陆海空扩大搜查，希望当赶紧找到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